taste.
在神殿中，住在神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门。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主在这台风的日子，我们依旧享受平安，在主你的殿中敬拜你。愿主继续看顾台湾你的子民，愿其他的会众也都平安。愿主赐福。愿主帮助今天的讲员跟我们的会众，愿我们的心再次被你的话语激励，重新得力。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信灵粮诗选53首，诸天赞美。诸天啊，你啊，赞美众天使同心敬拜，日和月团心同侍奉，星宿快来拥戴，众生代祷赞美主，全宇宙同心顺服，天地与地永不废去，引导我们行正路，赞美主，应当荣耀他应许，从不落空，神喜悦皆得胜，罪与死屈服无中，赞美恩他的救恩，从天去宣扬出能，天与地一切造物真主到永远，敬向主献出赞美，尊荣耀都归主。今生我走在喜悦福享主拜福，众生徒在天东诵经，出台见我先见证，年世不在主前，至地上主旨得成。会众请起立，让我们同诵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翻开圣经，诗篇19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一起来攻读。那大家可以看我后面的投影字幕。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太阳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最后请我们一起起。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接下来，我们一起为了普世的需求，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一起为普世祷告。我们为印尼祷告，愿基督耶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当中，也为现在仍然在战乱中的国家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能与在他们的心中。我们持续为台湾的卫理公会祷告，愿佩恩堂的洪牧师，愿他忠心的摆上，让教会得人如得鱼。也为台湾政府首长各级官员祷告，愿上帝赐聪明智慧给掌权者，也赐福台湾的人民。我们也为了台湾儿童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造就来祷告。我们持续为了第一线的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平安，愿他们的工作顺利。
最后，我们用主祷文来献上我们的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请蔡绵绵姐妹来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今天的经课在教会圣经第673页。673页箴言第1章20到33节，由我来为大家攻读。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接下来雅各书3章1到12节，教会圣经253页。雅各书第3章1到12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的、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由我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3章，大家依旧可以翻开圣经，或是看我后面的投影幕。有尼希米记第3章，由我来攻读。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
分别为圣安利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萨科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亚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萨都修造。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帚不用肩，但他们主的工作。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杰利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府门。其次是便雅悯和哈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南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其实是因麦的儿子萨都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其实是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示玛雅修造。其实是示利米亚的儿子哈拿尼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其实是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实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尼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佛甲门直到城的角楼。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以上是神的话。接下来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圣光神学院的院长陈吉松院长为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欢迎陈院长。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荣光堂。这个大楼建造的时候啊，我曾经来拜访过陈建中牧师。但是建造完之后呢，我就一直没有来过啊。但是这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也是再度应该说3度担任圣光神学院院长。8月1号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在7月的时候啊，7月下旬的时候，论坛报的记者啊，在圣光董事会的人事发布之后啊，就打电话来说要采访我。采访我完之后呢，他们就下了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啊，在你们的这个周报里面呢，有一个圣光院训啊，就这样讲，就担任圣光神学院16年院长的陈吉松牧师，于8月1号第3度担任圣光神学院的院长啊，打破所有神学院历史记录。我看了以后觉得有点好笑，真的打破所有神学院的历史记录吗？后来想一想，好像台湾的神学院没有院长，哪一个院长是3进3出啊？那还有全世界的神学院的院长也没有3进3出。那上帝就把这个担子放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这个时间来接圣光的院长是最困难的，但是求你自己恩典在我身上，我需要你赏赐恩典给我。”那上帝就把一句话给我，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所以我在默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啊，突然间那个为主人所派就跳出来，那圣灵就带我里面，透过这句话对我说：“
你以为是圣光董事会人的手在那里运作瞧事情吗？是我派你去圣光担任院长，所以我就领受了这个话语，然后我就把这件事跟我姐妹分享。那是在7月中的时候，我根本还不知道，圣光他们已经讨论了好几个院长那我都不在他们的第一优先人选里面。然后后来我就领受这句话之后我就跟我太太分享，我太太眼睛就瞪大，她说就在这几天，上帝也用不同的经文对她说话，说类似的话。那我们就确信是上帝再一次带领我回到圣光神学院。我已经在圣光担任16年，那这次回来是2年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挑战的工作。但是我相信，我用着这个戒慎恐惧的心，依靠上帝的灵，依靠自己的话没办法成事情。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建造教会的重要元素。有一次就在上礼拜五，我跟刘进展牧师去台南拜访一个台南市最大的教会，那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见证。他说他神学院毕业之后就来到了台南这个教会牧会。那当时教会大概100人左右，后来经过了几年之后大概教会就慢慢成长到300人。那所以就要开始讨论建堂的事情。那他提出这个建堂的时候讨论了很久，后来决定要建的时候他发现核心同工都跑掉了，所以他举目一看，只剩下他跟他师母，核心同工都跑掉了，所以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建造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团队。建造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团队。原来以前的核心同工是就在教会里面他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个地方，可是没有经过一个比较亲密的配搭，所以在配搭当中都是表面上是服侍，可是呢心中各有各的打算。但是碰到一个真正的讨论问题的时候，譬如说建堂的时候呢，他发现很多同工都不赞成，但后来这同工就离开，所以他就下决心用8年的时间，再把同工团队建立起来。后来教会就开始成长，从200多人就慢慢成长到现在差不多将近2000人。那他谈到说，建造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团队。所以我今天就通过尼希米记第3章来跟各位谈谈团队的服事。有一个美国汽车界的领导人叫做艾科卡，他是在克莱斯勒公司快要倒闭的时候受聘来到这个企业。当他决定要接下这个执行长的时候，这个董事会问他：你要多少待遇？然后他在了解了整个企业的财务状况之后就对董事会说：现在我们企业的财务状况非常不理想，都是负债累累，所以你们给我年薪1块钱，年薪1块钱。这董事们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年薪1块钱呢？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等到企业将来赚钱的时候，再给他多一些。所以他就开始经营这个快要倒闭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5年当中，企业起死回生，而且还赚了很多钱。当时美国新闻界的记者称他为经营界的鬼才，就说他很会经营，他是个天才。那有一个记者就采访他，他说：你这样伟大的经营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经营克莱斯勒这个快倒闭的公司我用3个 P 来经营这个企业。第一个 P 就是原则，
也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不能够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标。那第二个是实践，第一个是 principle， 那第二个是 practice， 也就是当你原则确立之后，就一定要努力把它实践出来。那第三个呢，就是要坚持 persistence。当你有原则要把它实践出来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困难？会不会？一定会遇到困难。而且你越讲原则的话，困难就越大。所以一定有困难，但是呢，我们不要放弃。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要一直坚持，看到结果。你看，这个似乎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它只是把我们懂的东西再强调一次。一般企业在经营的时候不愿意谈论原则的问题，为了达到目标还有目的，不择手段，他们都不愿意面对原则。大家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是这样子。面对恶劣的环境，不择手段，不顾原则。但这个人，这个艾克卡仍然认为原则很重要，这个带给美国企业界一个很鲜活的不一样的榜样。那这个例子影响我们领导者很重要。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第3章的时候，尼希米来服侍上帝的时候，他也是以原则，他是遵守原则来侍奉的人。那到底第3章有哪些侍奉的原则我们需要注意呢？我们在读第3章的时候啊，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啊，特别是台语堂，要用台语来读哈，哇，这个读得很拗口啊，读得很不顺，因为有很多名字出现哦，都不是我们熟悉的，所以你要把第3章一个字不漏的把它读完了，这个非常不简单。那这个第3章读完的时候，这些人民啊，有些不断的重复，我们认为不必要，但是他却一再提出。那其中有一些原则，这些原则表示尼希米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透过团队来完成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那总括来说，团队服事有5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合作的原则。我们看看刚刚所读的圣经2到5节，这个2到5节啊，我用黄色的字体标出来的，那是什么？哪2个字？其次，对不对？其次。那这个其次啊，在第3章里面一共出现30次，它32节出现了30次，可以说几乎每一节都出现其次。那其次，你看这个是黄色的字体标打出来的。到底其次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就是 next to him， 就在他旁边的意思。那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忠于自己的责分，而且通力合作。换句话说，第一个原则就是伙伴的关系，合作的原则。各位想想看，如果你修造的城墙修造的很好，可是你的这一段跟别人的那一段，他也修得很好，你也修得很好，可是2个斗起来的时候啊，就发现有50公分或者100公分的差距。那这2个都做得很好，可是呢，没办法怎么样变成一个完整的城墙。那敌人就从这个缝隙里面攻打进来，所以你就白费了很多个力气建造城墙。所以合作的意思是什么呢？合作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要紧密的靠在一起，我们要紧密的把城墙修造好，让城墙没有任何空隙，让城墙非常结实，让敌人没办法从这个裂缝当中攻打进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侍奉建立上帝的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不能够在这样的合作当中经营得很好，有时候甚至会彼此扯后腿。各位想想看，如果一个政党的候选人不满意同党的另外一个人，所以当一个政党提名一个人出来竞选的时候，可是另外一个人又跑出来，那就同一区里面只能1个人选嘛。可是他2个人都跑出来，那你想，这样就给敌对的政党
有机可乘，对不对？所以两个人在同一政党里面，两个人出来选，而只能选一席的话，你想想看，他们有没有机会？显然就没有机会了嘛，就没有机会。韩国有一句俚语，他说一堆螃蟹爬不出瓮，因为我有很多韩国的学生啊，那他们就跟我讲一些俚语。他们讲的这个俚语啊，我觉得很特别。他说一堆螃蟹爬不出瓮，你把一只螃蟹放在瓮里面，它就很容易就爬出来。可是你把两只螃蟹放在瓮里面，那第一只往上爬，那第二只呢就抓住第一只的后脚跟，然后呢一只要往前爬，一只呢把它拉下来，结果两只怎么样都爬不出去。那三只也是一样，一只往上爬，第二只就拉住第一只的后脚跟，那第三只就拉住第二只的后脚跟，结果呢三只都爬不出去。所以你把一堆螃蟹放在瓮里面的时候，没有一只可以爬出去。在华人有这样的俚语，他说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呢没水喝。三个和尚怎么会没水喝呢？照理讲，三个和尚力量更大，对不对？我们不是说1+1大于2吗？那1+1+1应该大于3哦。可是不是，三个和尚竟然没水喝哎，这表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话自己做很快，对不对？那两个人的话就可能有一点意见哦。三个人的话，每一个人都有主张，那结果呢，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在教会里面啊，我们不是不应该有意见，我们不是不应该有想法，但是当我们达到共识之后，我们就放弃自己的想法，来成就大家的共识，这才是团队嘛，这才是合作嘛。要不然，什么事也做不成，什么工也做不成，那教会也就不能成长，甚至呢，教会彼此分裂。啊，这个就是合作，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世界，上帝的儿女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彼此合为一。主耶稣在离世之前啊，为门徒祷告，说叫他们合为一，使他们都合为一，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你看这3节的圣经里面啊，各出现是合为一，合为一，合为一，合一。在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很清楚知道这群门徒12个人不能有12个意见。如果12个人有12个意见的话，那传福音的工作完全不能够推展。所以12个门徒就要像一个人一样，一条心，一个心，一个从上帝来的负担。那这样的事工才能够推展开来。所以耶稣就深深的知道同工们合为一是多么重要。有时候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要自己牺牲；为了上帝的国的扩展，要放下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合作，这就是伙伴。我在默想尼希米记第3章的时候啊，就发现尼希米没有记录自己做了多少事情，过去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流了多少的眼泪。他记录了别人怎么做，别人怎么献身，他隐藏自己，显扬别人。这就是合作的关系，这就是伙伴的关系。我真是盼望我们荣光堂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能够用这个原则一起来服侍上帝。那第二个就是恩赐的原则。恩赐的原则在第1节那个地方，大祭司以利亚时跟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各位，建立羊门，那到底什么是羊门呢？到底什么是羊门呢？羊门啊，你要放错了另外一个 PowerPoint， 今天放，这是我昨天寄来的，我今天早上修改了一下。好，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羊门呢？羊门就是，好，谢谢。祭司要到圣殿献祭的时候，把供物带进去的那道门，那就是羊门。换句话说，祭司天天要去圣殿献祭嘛，他拉着羊去经过那条门，那就是羊，就羊经过的那个门，
那所以这个阳门如果坏掉了，那你要修多宽？那怎么修？让阳带气物进去可以方便。各位，这个要怎么修？由谁来做最方便、最容易？找谁来？祭司嘛。这祭司最认识阳门怎么修造的人。所以如果你把它交给那个金匠、银匠，或者做香的，或者做生意人来修造阳门的话，他们可能就按自己的想法修。可是修完之后呢，祭司每天在用啊，每天需要多少多宽，对不对？那祭司最知道。所以如果安排其他人来修造阳门的话，就不一定适合祭司使用。所以把祭司最熟悉阳门的人，就是祭司，把他安排在修造阳门的事情上。那这就是恩赐的原则。所以恩赐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啊，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如果一个人教书教得很好，可是把他拿来做教务处长，那不一定合适哦，要明白吗？他可能教书，大家都会称赞他，可是当了教务处长之后，行政职之后，可能怎么样？很多人骂他，可能他用人就不会用人，但是教书没有问题啊，所以应该把他放在什么教书的位置上，不要因为他教得很好，就是说觉得他做行政也应该做得很好，不一定，这就是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各位，这个原则非常重要，不管在家里、在教会都是这样，在国家都是这样。所以恩赐有2个简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你喜不喜欢做，第二个就是你能不能胜任。你喜不喜欢？第二个你能不能胜任？如果你喜欢做，那你有时候加班，这个事情没做完加班的话，做到8点、9点、10点，你不会很累。可是如果你不喜欢做的话，哇，要求你加班1个小时，你就觉得哇累乎乎的，做不下去了，你就觉得很厌倦。可是如果你喜欢做的话，你加班的话都不会很累。而且第二个要能够胜任，也就是能够做得好。如果你很喜欢算钱，可是你没有能力把钱算好，你没有能力做记账，那只要你做记账1个月的话，整个教会的账怎么样？乱七八糟。你喜欢啊，对不对？可是有没有能力做好？没有能力做好。所以各位，这2个原则都不能够缺少，不能够缺少。有一次我到那个休斯顿去啊，主理一个聚会。那聚理完之后啊，那是礼拜5的晚上，那我就坐在第1排这个位置，我在休息。那后面就有诗班开始练诗了。那诗班练诗的时候，大概有30个人。那我就看他们在练的时候啊，就听到一些弟兄啊，就跟旁边的人说：“小声一点，小声一点，不要唱那么大声。”原来那个弟兄啊，他唱诗的时候啊，声音很独特，很特别，然后呢，音又抓不准，音准又抓不准，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唱起来这样。各位知道，那个诗班要合音，对不对？和谐很重要啊。所以你一个独特的人参加诗班的话，就把整个怎么样努力都把它打坏了。那后来啊，实在那个弟兄唱得很高兴，他好像不太在乎别人怎么讲他继续唱得很大声。就有一些姐妹就受不了了，有姐妹说：“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你唱那么大声，我们都被你拉过去了，我们都被你拉过去了。”我后来实在很好奇，我就往后看一看，原来那个弟兄啊，180几公分呢，是那个大陆人。大陆人他们不会看五线谱嘛，他们只会唱那个歌，对不对？苦练起来哈。那这个弟兄很喜欢唱诗歌，可是有没有能力唱好？他音不准。那我就问这个诗班的班长，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也没办法啊。如果我这个时候跟他讲，你不要来参加诗班了，他马上受伤，明天开始他就不会来教会了。”我就这一个办法，这个什么丑话讲在前面，也就是说，我们一季完了，那我们要征召诗班的班员，你就可以说，我们征召诗班的班员啊，首先要试音，那试音通过的才能够成为诗班的班员。那如果你也很喜欢唱歌，但是你没有办法通过试音的话，你也可以来唱，但是礼拜天请你不要上台献诗。这丑话讲在前面嘛，对不对？
那后来呢，这个我听说这个师班的班长在经过一季就跟我讲说，哇，他们真的就变成很好。要不然以前啊，本来应该高音的话，忽然间放个炮，哇，这个师班整个那个和谐都被破坏了。各位，他喜欢唱歌，但是他没办法胜任。那你不要因为说，哎，我没有在这个我喜欢做的事情上，我喜欢的服饰上，我没有被安排施工，我就不高兴。各位不要这样，你不一定被安排在这个里，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做，你是别的地方是你可以胜任的，而且你可以喜欢的。所以各位，两个都很重要。恩赐的原则就是你喜不喜欢，能不能胜任。请你跟旁边人说哈，你喜不喜欢，能不能胜任。这两个简单的原则非常重要。这两个简单的原则啊，意思说嘛，我们把对的人安排在对的位置上。各位，这是多么重要啊，多么重要！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激励的原则。激励就是鼓励啊，在20节讲到巴路接力修造一段，他修造一段，在这一章里面，尼希米只有对巴路进行特别的描写，他特意表扬巴路的工作态度非常的尽心竭力。他形容巴力做得非常努力尽力，这句话只用来形容巴路的工作态度，他比其他人做得更尽心尽力。换句说，他比别人多走1里路，所以得到尼希米的称赞，他也得到了服侍更好的果效。我们在团队服侍当中啊，要懂得激励别人、称赞别人，这是很重要的。美国有一个幽默的文学大师，叫做马克·吐温，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如果得到别人称赞的一句话，接下来的2个月啊，不吃饭都可以活下去。这有点过分，对不对？这个怎么不吃饭2个月不吃饭？他的意思当然有点夸大，但是呢，意思是什么？称赞人非常重要，称赞人很重要。各位你知道吗？我们华人还有台湾人哈，或者中国人啊，我们常常喜欢怎么样？喜欢挑剔别人，挑剔别人，而不是喜欢鼓励别人。我们不太会鼓励牧师师母我们常常挑剔牧师师母，我们常常挑剔同工、核心同工。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换一个角度来鼓励他们。他如果在服事当中听到你一句鼓励的话，他就会怎么样？更加努力。各位，你很简单嘛，你去上班的时候，假设你的经理今天忽然间一开头一劈头就跟你讲了一大堆那个有的没有的话让你整天的心情都怎么样？都很糟糕，对不对？那你工作的时候都不知道做什么，因为他在想那个开始8点半的时候就跟我讲那句话，结果呢那句话就影响我整天的心情。真的会这样哦，真的会这样，那工作效率都差很多了。可是如果那一天呢，假设经理看到你做了一件事情，他就鼓励你、称赞你，哇，你真的太厉害了，哇，他的心情嘛都非常的好，对不对？那天工作情绪都非常高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鼓励我们嘛，而不希望别人盯着我们怎么样一直挑剔我们嘛。同样的，我们应该你要别人怎么带你，你也要怎么带别人。所以你要看到牧师师母就鼓励他们，鼓励他们。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和服侍的同工，鼓励他们。这样的话，教会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彼此鼓励，彼此造就，这个非常重要。我在圣光神学院任职的时候我的秘书非常能干，他国中毕业就到加拿大去读大学，读高中、读大学，所以他英文也非常好。那他常常会帮我收集一些资料，提醒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那有一天我就想表达我对他的感谢，所以在周末的时候，他下班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话放在公文封里面，然后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礼拜1上午上班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好像跟他先生吵了架，这个拖着沉重的脚步进到办公室里面来，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封
院长留给他的那个信笺，他就打开看，看完之后啊，哇，他那天就走出了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啊，好像离地30公分哎，脚步轻盈哎，一进来的时候是脚步拖着沉重的脚步，可是走出去的时候好像离地30公分啊。你知道我怎么写吗？我念给你听。我文丽，我很欣赏你做的每件事情。我知道我并没有常常向你表达足够的谢意，但是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你凡事尽力而为的工作态度，使得别人总认为我们全都很优秀。其实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你做的，非常的感谢你，院长陈吉松。短短的几句话，可是我竟然没想到产生这么大的工作，这么大的效用。哇！那一天他工作到我们是5点半下班了，工作到6点钟还没有下班，6点半还没下班。他家里还有孩子啊，我就赶快催他回去。我说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啊！可是呢，他现在不只是礼拜一这样哦，礼拜2、礼拜3、礼拜4，整个礼拜啊，哇，的工作都情绪非常高昂哎。我就发现，哎呦，一句短短的鼓励的话，竟然怎么样，带给人工作情绪啊，大大的不一样。各位，我们要学习激励别人，我们要学习鼓励别人。如果做爸爸妈妈的鼓励孩子啊，你不要让孩子小学的时候考试第一次回来考了60分，你说哎怎么这么笨，怎么笨考了60分而已，孩子的笨是遗传到你哎，你骂他笨这么笨就是骂你自己啊。你如果是考100分的父母的话，你怎么会生出60分的孩子呢？对不对？但是我们期待60分的孩子啊，能够考得跟我们100分一样。我们如果没有当医生的，我们都期待我们的孩子要去当医生；我们没有当会计师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去当会计师。各位，这就是我们错误的期待。所以我们常挑剔啊，有时候我们还会说一些更破坏性的话。你怎么这么笨？然后有时候用台语说“嘻嘻也喝了”，你就去死吧！各位，你讲这句话，你知道对他有多么深刻的负面的影响吗？如果他哪一天真的想不开的时候，就从楼上怎么样，就跳下去耶！北一女、建中不是有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就跳楼自杀吗？包括台大也是这样啊！各位，我们话语很重要，鼓励不要常常说毁灭性的话，说咒诅的话，也不要说那些负面的话。这个鼓励是多么重要！我们在小组里面也要彼此鼓励，而不是彼此批评。但是，怎么让小组里面如果彼此批评的话，就会产生毁灭性的破坏力？那我们怎么避免小组产生毁灭性的破坏力呢？有2个管道。第一个就是要彼此说造就人的话，这是保罗对教会说的，对不对？我们要彼此说造就的话，不要彼此批评，要说造就，鼓励他，欣赏他，然后呢，因着你鼓励他，他也会用这样来回馈你。你做了一些事情，他会称赞你。各位，这就是创造一个教会的新的文化。那如果一个人常常批评的话，不但批评，那个也批评，那个也批评，那教会就变成一个批评的文化。各位，你是希望待在批评的文化教会里面，或者待在一个比较说造就人的话的教会里面？你当然希望留在第2种彼此说造就人的话的教会里面嘛，对不对？我们不希望被批评嘛。但是呢，第2个，如果有人真的里面有抱怨，里面有一些难处的话，你要提供沟通的管道。所以一方面彼此说积极的好话，造就人的话；第2个呢，如果有些人真的有一些心中有一些难处，那我们要提供给他管道，你可以抒发里面的情绪。所以，比如说小组长、小组员、小组组员，那小组长要给他机会，能够申诉或者抒发那个情绪。那小组长如果当事人的话，那牧师也要怎么样？找机会，让他有机会抒发，然后带他一起祷告，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小组产生毁灭性的破坏力。各位，这个在
团队的侍奉当中是多么重要。第4个就是忠诚的原则。这个忠诚的原则，你看我这边经文里面啊，有标设那个黄色的字体啊，很特别。他说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然后靠近自己的房屋来修造，或者各自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然后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所以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样的安排是很有智慧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家住在这个地方，那你前面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修造，不是把你安排到那个背后600公尺、700公尺、1公里之外的那个城墙那边修造。那这样的安排啊，是很有智慧的。第一个，它不会浪费时间，还有降低效率。因为如果你把它安排到很远的地方去，他走路都要走很久啊，对不对？那如果你安排在对面的城墙修造的话，他走出去30秒、1分钟就到了啊。所以工作上他就不必匆忙，他也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第二个呢，工作的时候也很容易得到家人精神上还有物质上的奥援。或者说，如果他工作流汗，像这个天气流汗很多，很容易流汗，对不对？那流汗的话，那家人怎么样？他才可以拿一些水啊补充一下，或者水果啦，对不对？或者面包啦等等，他补充体力啊，这个很重要啊。或者他做得很辛苦的时候，家人怎么出来鼓励一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3个呢，就遇到敌人攻击的时候，他就可以奋力保护家人，因为如果敌人的攻击从前面来的话，那我的家就在这里啊，所以他当然会尽力来攻击抵挡嘛，对不对？保护自己家人这另外可以舒缓工人不必要的焦虑，也可以确保每个人尽全力做好分内的工作。你看看，如果你把它安排在对着自己的房屋的那个城墙修造的话，那段城墙你会不会偷工减料？会不会？你肯定不敢偷工减料。你不但不会偷工减料，你还怎么样？做得非常扎实，100%扎实。为什么？因为如果偷工减料，第一个受伤的、第一个损伤的是谁？是你呀。敌人从这里面攻进来，这个地方最脆弱，攻进来的话，那你第一个遭殃啊，你的家第一个遭殃啊。所以我相信你把它安排在对着自己的房屋来修造，这是非常有智慧。尼希米真的是很有智慧。所谓叫做忠诚的原则呢？忠诚的原则就是说，你看31到32节也说啊，他说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林和商人房，他们本来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对不对？然后他又修造到另外尼提林或者商人的房屋那里。那这表示什么？所谓忠诚的原则就是说，我把自己的工作、分内的工作先把它做好，那行有余力，再帮他人共同来建造。这个世界有2种人啊，一种人就只做自己的事情，他完全不管别人在做什么，他也不会帮助别人，这就叫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别人的孩子啊，反正都不关我的事，他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另外一种人呢，刚好反过来，他自己的事都没有做好，他就帮忙这个东帮忙西帮忙啊，这个很热心的样子，可是自己分内的事都没有做好。其实正确的忠诚的原则是什么？你先把分内的工作做好，然后行有余力，看到别人还在忙，那你已经做完了，所以看见他在忙，他可能要忙到半夜，可是你帮忙他就可以缩短时间哦。这时候我们要伸出一只手来帮助他，这就是团队服事。各位，这就是什么样？忠诚。我把自己分内的事先做完，然后去帮助别人，不是先帮别人，然后自己的事都忘了做，这不应该这样啊。那学生也这样，先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然后行有余力怎么样？再帮助别人怎么样？帮他克服啊，或者帮助他怎么解决那个课业的难题啊等等。这就是忠诚的原则。所以忠诚的原则可以用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也可以用在传福音的上面。我们先把我们分内的工作，我们在职场上可以认养一些 best， 然后呢把它带到
信耶稣。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那我们这个荣光堂，我们就有很多弟兄姊妹可以传福音啊。那传福音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带领很多贝斯来信耶稣啊。那我们不是只是期待空泛的一个目标，我们就是把自己分内传福音的工作，一个人啊，几个人带领几个贝斯这样。现在有幸福小组嘛，对不对？幸福小组就是，每一个小组里面呢，能够出3个人辅长或者2个人哈，然后就认领，认领的一些慕道朋友，然后就有连续8次的，聚会，然后就有一个人有恩赐的就做那个话语分享，那有些人就很会招待，有些人就很会做那个吃的东西，很多人就很会招待，所以恩赐互相配搭。然后圣灵就会做奇妙的工作，让这 best 就先后的信耶稣。各位，这就是忠诚的原则。而第5个是什么呢？就是修补的原则。你看这里黄色的字体里面有建立、建造、建立，这都同一个字。可是下面呢，第4节修造。啊，建立跟修造，这是2个不同的字。什么是建立呢？建立就是 built， 建造。那它的定义就是说，透过蓝图、预备材料，从无到有，就把它建造起来。从无到有建造起来，本来没有城墙，现在把城墙重新建造起来。可是修造或者修补，就 repair 的是不一样的。就是建造好的成品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出现了裂痕或者损坏，那必须维修跟修补，所以这个就是修造。各位，修造跟建造是不一样。那请问，修造跟建造哪一个重要？啊？你们很聪明的，都重要，对不对？都重要。你看啊，2个都非常重要。你不能说，我建造就比较重要，那修造不重要，不管，不是这样。你看企业里面，它有需要工程部，也需要什么维修部。你不是说维修部啊，这个不重要，不，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刚好隔了一段时间呢，可能又发生一个天灾啊，地震，那刚好把那个城墙龟裂了，裂了开了以后呢，修造就非常重要哦。所有工程都可能有意外嘛，对不对？那这个修造就很重要，维系它，把它恢复到原初的状态。所以各位，教会里面我们要传福音的很重要，传福音好像建造，对不对？把人带进来，可是呢，让这些人能够怎么留下在教会，重不重要？很重要，牧养也很重要啊。然后喂养他，用话语喂养他很重要啊。所以传福音也很重要，可是喂养、牧养他非常重要，2个都非常重要。我们透过尼希米记第3章，我就在这本书里面啊，就提到这些原则哈，都在这里面。所以如果各位要详细的看一些内容的话，这本书啊，刚刚出版没有多久哈，没多久。那各位可以看意向领导力，就是以尼希米记为例，尼希米记一共13章，所以我里面有分了一共14章这样。那谈到尼希米怎么修造。让他用52天的时间，很迅速的把城墙做得非常完美。城墙不但做完了，而且怎么样？外在的物质的城墙很容易做，内在心灵的城墙不容易，所以他找了以斯拉来帮忙他。那这个非常精彩，所以各位如果有意愿的话，可以买这本书去看啊，一本才200块钱啊。今天是优惠价200块钱。如果各位需要我帮你签名的话，你就在后面那个地方，后面那个地方哈，我们出去就会到哈。好，那也感谢我们荣光堂蔡牧师，还有各位执事们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圣光主日。圣光主日，我想各位就知道，就是为圣光的需要来祷告、来奉献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特别推荐各位教会宅配课程。这个宅配课程里面啊，就是把课程送到教会来，各位不一定要到圣光去啊。比如说
什么叫做宅配课程呢？就是根据教会个别的需求，规划合适课程，请老师直接到教会来授课，可以节省弟兄姐妹的车程奔波，而且课程结束之后呢，成绩合格的可以给予信徒神学教育的证书的学分证明。那如果各位修完这个大概28个学分的话，我记不得是28学分，大概28左右，那就可以信徒神学教育的毕业证书啊。那我们已经提供了30多门课给教会哈，从屏东、高雄、台南啊，甚至到嘉义去，提供了30多门课。过去这几年当中哈，那如果各位有需要，你们可以讨论啊，教会需要什么，我们可以帮你安排，最好的老师来帮忙上课哈。好，那另外我也感谢各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各位在你们的周报里面都有奉献袋嘛，有奉献袋，前面拿起来哈，这个奉献袋里面你可以为圣光的需要来奉献，也可以一次奉献，也可以按月奉献。比如说我有负担，我奉献1个月300块、500块，没有问题啊。你的500块钱对圣光来讲是聚少成多，对圣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当然500块对你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可是对圣光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也鼓励各位，除了一次奉献之外，也能够按月的为圣光小额的奉献。谢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透过尼希米记分享你怎么在教会里面做建造的工作，而且我们看到团队是多么的重要。透过尼希米记第3章，我们看到彼此要合作，彼此要鼓励激励，而且按着恩赐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主啊，求你让我们尽力的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然后我们有余力再来协助别人完成团队的工作。求主也施恩，到我们教会有一些破口出现，有一些小狐狸跑到葡萄园里面来，弄坏了这葡萄园的一些葡萄。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些小狐狸抓起来，我们可以重新修补彼此的关系。我们除了有传福音的事工之外，我们也有修补的关系的恢复。愿主施恩赐福荣光堂，让荣光堂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明灯照耀，带领许多的人来归向耶稣。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谢谢本院长的证道。我想大家不论是在物质上面继续的支持我们圣光神学院，也在祷告中纪念他们为我们神国的付出。接下来我们一起做金句背诵，我们一起来背诵尼希米记第3章20节。我们一起来背诵2次，请。是撒拜的儿子巴鲁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府门。尼希米记3章20节。再一次，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鲁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祭司以利亚时的府门。尼希米记3章20节。回应诗歌，让我们一起翻开新灵粮诗选第420首，恳求主向牧人引导。恳求主牧人引导，我们齐看顾。领导风声长为在阳南中
段。我们属你这看顾，引导我的路，保守我们的灵，让我们救主耶稣，是主耶稣，因我们祷告神，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我们祷告神，我们凭满身之力，已成你许你有全能恩典丰厚，我们的日子自由。赐福耶稣，赐福耶稣，你归向你。赐福耶稣，赐福耶稣，我愿赶快归向你。愿我们照主恩，愿照尊主意，请求恩主独一救主，以爱让我们喜欢。赐福耶稣，赐福耶稣，恩爱我们更恩爱。赐福耶稣，赐福耶稣，真爱我们尽恩爱。我们请丝线同工到台前来。让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祷告。现在天父，求主教导我们，我们除了要建造外部的圣殿，也要建造内心的圣殿，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互相帮助，激励彼此，同心合一，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造就的教会。谢谢主这样恩待我们。我们现在献上点金钱为主圣工所使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请会众起立，向主献成歌。如此的恩，放作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门。接下来我们问安，我们先来介绍新的朋友，有2位陈明德、卓翠娥，只有我们请都在我们当中吗？我们请起立，我们大家一起欢迎他，一次欢迎，永远欢迎。然后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
唱到副歌，请我们彼此拱手问安。好。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凭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好，那我们请坐。接下来我们报告教会消息。今天为圣灵降临节第16主日，欢迎参加聚会及线上的朋友。我们很久没有实体聚会了，我们也很开心能够看到大家哈。第二点，本周主日为圣光主日，我们谢谢陈院长的信息，也为神学教育关心祷告。那今天蔡牧师是到高雄卫理堂进行分享，我们一起为牧者的往返祷告。第三个，我们目前呢还是有开放我们实体的聚会，我们还是有台语堂跟国语堂。那依照防疫的标准呢，室内是80人，我们请弟兄姐妹要注意这个遵守人数限制哦。如果超过80人的话，我们会请招待让大家在1楼或5楼副堂那个参观看线上直播。那避免就是违反这个防疫中心的这个规范。那么再来是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就是2级警戒，观察到9月20。那我们持续去注意这个目前的这个动态防疫动态，还是遵照政府的规定进行办理。那么第5点，请为这个暑假结束，我们请为学生的上课来平安祷告。不论是疫情那学生上课很多孩子也都没有注射疫苗，我们也为了这样子整个环境来祷告。第6点，周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已经开始实体聚会了，欢迎弟兄姐妹继续来一起查考。第7点，成人主日学11点半开始要上课，在201有罗马书是由周雄老师带领的，还有205是启示录是由邵文弟兄来这个带领。那欢迎大家来踊跃参加。第8点，红本门徒已经恢复上课了，请学生预备上课作业的撰写，并与这个上课时讨论了。那么第9点是教会高中以上，如果已经有青少年已经有符合我们的奖学金的这个资格的，也麻烦向这个办公室申请。第10点，秋季制服艺人已经确定，就我们将于这个10月4号来进行上课。我们已经开始办理报名缴费，那还是一样，就是要依整个防疫的这个规定来办理我们再持续观察这个防疫的动态。第11点，卫理神学院的下半年新学期预计要开新约导论，9月17号上课，请关心神学教育，并为本堂延伸的这个神学教育祷告。第12。目前我们有这个第3阶段的爱读书计划在持续进行当中，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欢迎大家参加。第13点，我们持续为教会的整个聚会人数的增长祷告，求主能够继续加添人数在我们教会当中。好，那么以上我们也还是持续为现在有一些要准备疫苗接种的，还有一些身体不好的。身体有状况的弟兄姐妹，我们持续为他们代祷。那麻烦大家就要关注我们的
弟兄姐妹之间的肢体消息。那接下来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唱3-1颂。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我们请陈院长为我们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殿乐。请在殿乐中持续为我们的今天的知喜消息跟教会事工祷告。